信用卡到期還唔上，除咗銀行推薦嘅選擇分期或者還最低還款額，係咪就冇其他選擇呢？其實銀行就係中意你分期或者係還最低，但係有一種銀行都唔會同你講嘅辦法。如果你嘅信用卡啱啱開始逾期，其實呢係可以申請個性化分期嘅，即係同銀行談判，將個欠款分成最長60期5年嚟償還，並且係只還本金，免掉所有利息同埋違約金。具體操作呢就分兩種情況嘅。第一種就係你短期內呢實在唔會突然之間有更加多收入啦，可以先還一部分喺你能力內啊，等你有能力嘅時候再一次性結清，並且申請減免所有嘅額外費用。第二種情況就係你一直有穩定收入，就可以直接申請個性化分期啦，每個月只需要還本金。同時呢，你要記住兩個關鍵嘅談判技巧。第一招就係唔好同啲普通客服囉囉嗦嗦，直接就講你係依據《商業銀行信用卡監督管理辦法》第70條申請個性化分期，要求轉接貸後管理部或者協商專員。第二招，記住銀保監會嘅投訴熱線12378，呢個係談判嘅秘密武器。但係前提呢，必須係你真係遇到困難，唔係惡意討債啊！我拍呢個視頻唔係勸大家故意逾期或者係耍無賴唔俾分期利息，而係假如你真係遇到困難，又知道拆東牆補西牆就係治標唔治本嘅，咁你就多咗個選擇，合理利用規則去保護自己，盡早擺脫以卡養卡、以貸養貸嘅債務陷阱。重點嘅關注啊，多個金融朋友，你冇蝕底嘅。貸款揾到飯，包你唔使煩。